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唔知你敢有感觉？大选剩半冬，但是选甲唔知影人，变做Me Too来抓色人，嘛有邮件偷药惊死人。到底柯 P 郭文哲是做了啥物，变做第一支持者，拢是少年人？是毋是刁工放杀校友谊，才甲柯 P 吐关关？国会的选举敢会将处三党不过半？今仔日咱好好来探讨。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新民两岸协会理事长黄清龙，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台师大政治所教授曲条雄，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中正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蔡英雄，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晚安。第四位，资深的媒体人谢和志，大家好，大家安。那么首先呢，和观众朋友来了解，到底咱们对对来讲起，关心到明年年初的这个总统大选，根据着 TVBS 的民调，少年人上届支持的是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不过郭文哲讲民调做参考就好。啊，若是国民党的校友谊19号是参加了学生的论坛的这个节目，但是呢，外界讲伊支持度会降低，党内反噬会甲换掉。校友谊啊表态讲，绝对拍死不退，歪退。那么另外呢，民进党的赖清德嘛要来抢少年选票，那么话讲了，政府要来补助的私立大学的注册钱。头一摆提出四大国政方针碰触牛肉，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19暗前往台大甲学生交流面对面，面对争险的问题，包括新北市药案，也有民调调查尾，敢是会婉拒定调，让予郭台铭也是替选侯友宜一一力求对决。这就是我的态度，所以我会坚持到我最后，绝对不放弃。好，谢谢哦。拍死无退对。媒体 TVBS 民调，郭文哲伫少年族群支持度明显领先，早起伊到家人参观卫浴工厂，方认为是咧办绿营的条卡，因为一台卫浴董事长洪团长，毋是总统府现任顾问，佮是家人小英之友会总会长。郭文哲表示是来学习的，对民调结果认为看看就好。也毋过侯友宜前一天提出的各方论述，和瓜班批评有部分是抄的。郭文哲颠倒是讲真欢迎。如果大家要抄，就表示我们的方向是对的，欢迎大家抄袭。要抢攻少年选票，赖清德前往台中为朝阳科技大学的暑期志工服务队授旗，对公私立大学今年学杂费差期大约5万，画出希望由政府补助至少一半。如果我们从明年开始变预算的话，我们来缩短这个差距，至少50%以上，大家说好不好？赖清德表示，上紧希望在明年开始编预算，互行政院去了解实际状况。政府补助5成以上，也都是25000块以上，将会当作是重大政策来推动。记者综合报道。咱他看就是新闻大当中吼，第一，咱的第一个理解就是讲，郭文哲伊的这个民调，少年人支持度真济，所以呢，至告讲，咱看到这个赖清德嘛开始有所动作。首先来看这个图表吼，头一个咱的6月6号，这个美丽岛中央是这个郭文哲25.5%。乃至到6月14，超过一礼拜，郭文哲是31.3%，但是第一名也是赖清德。突然间来到6月18，但是咱是唔知影讲14、18、15这几天到底发生什么代志？突然之间 ，TVBS 的民调，这个郭文哲吐到33，那么这个赖清德落到30，然后今仔日。6月20，台湾民意这个基金会伊做郭文哲29.1，唔知影这个理事长你安怎来解读？
当然啦，这个民调因为是4个无共款的单位哈来做的哈。但是有一个共同的这个趋势性哈，趋势性哈，所以应该讲这个民调开始会当来做参考啦哈。当然，这条到尾选举哈，伊毕竟还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啦哈。但是呢，咱应该看得出大概有几个重点会当做一个归纳哈。一个归纳就是讲第一哈，这个柯文哲的伊的声势哈，一直伫。我一直看好，一直去铺起来吼，这应该是一个事实啦吼，因为无共款的机构调查是安尼。当然，这内底啊，T 台这个民调吼，我感觉大家认为讲伊的这个机构效应有较大啦，有较大啦吼。意思就是讲吼，因为这个赖清德吼，伫因的调查内底吼，意向拢偏低啦。啊，你可比讲，因讲一个月前赖清德迄阵啊是27，啊即马30嘛，啊一个月前迄阵啊，迄个侯友宜是33。所以讲一个月前因的调查，因都交其他拢无共款。因调查就是即个侯友宜是超过赖清德的。咱多数拢知影，机构效应吼，机构效应。但是虽然是安尼来讲吼，即个柯文哲吼，即马已经吼，即个摆脱即个侯友宜哈，即个声势应该是真清楚啦吼。所以第二项就是讲，即马看起来，即个侯友宜吼，伊即马变做小三吼，即嘛是变做是一个。慢慢咧变做固定起来的一个趋势吼。这第三看才爬袂起来。即摆看起来是安尼吼，看起来是安尼。当然这段时间大家咧问讲6月的时间是有啥物代志发生遮大的变化？因为你讲看不到是做啥物了不起的代志吼，大家才欣赏吼。因为你知影选举吼是安尼啊，选举无一定讲是我的偌好，选举是交其他的竞争者伫比讲杀人吼，失分较少，还是讲你得分较济。别人失分都是我的得分吼，因为这是加起来主要的候选人，这是一个联合的一个比赛嘛。哦，刚刚以前报的讲，别人失败就是我的快乐。有这款现象，你甲看吼，这个月的时间吼，这个月以来就是咱拄则你头前开始你讲的吼，民进党就是伫这个 Me Too 的这个风暴内底，虽然 Me Too 即摆看起来愈快啦吼。走去甲5、6届啊！无应该讲有人的改都代志啦，这是人的问题吼。当然因为选举，所以使得这个政党本身的这个代志角色会放大，民进党变做首当其冲啦吼。第二吼，这个侯友宜就是因为新北市为着拄才讲迄个幼稚园迄个代志吼。伫遐当然咧是两边交中央啦吼，伫遐安尼骂来骂去吼，但是。究竟迄代志是发生在新北市嘛？你无处理好，这嘛是事实啦哈。处理了无盖好，这嘛是事实啊。所以开始有这两个变化哈。但是咱咧了解就是讲哦，这款代志是毋是有法度产生一个叫做结构性的一个变登记哈？还是讲伊是一个暂时的这个叫做新闻效应哈？这都要来继续观察。这内底我感觉上值得柯文哲来咱来重视，就是伊的少年选票吼。这个结构啊，看起来吼是愈来愈清楚的领先啦吼。你看伊这个 T 台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这个调查吼，这个20应该讲吼，伫这个34岁以下，就是有投票权20岁到34岁这个阶段吼，伊拢大幅领先吼。哦，差遮济。20岁到24岁吼。67%比这个赖清德的8.8啦吼，甲这个侯友宜的7.4吼。当然啦，这个咱要来了解吼，应该讲吼，也是会当做就是一寡来解说啦吼。因为少年人吼，一般来讲，无共款时代的少年人拢有一个特色哈，基本上较反对这个权威者，较反对这执政者。民进党已经执政8年啊吼，你。这个少年人反权威，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咱较早可比讲，这个2000年的选举以后，边有加这个少年人的热情出来。2008年选举，马英九嘛这款的作用迄阵所以大家讲少年人是固定做支持对一个党无影啦。看迄个阶段的一个整个的政治的气氛，迄个是。另外一项就是讲，我感觉这个时代的少年人辛苦。因为吼，这个全球化了吼，开始有影吼，这个叫做世代剥削吼，所以这个少年人相对不得干嘛哈。这摆少年人，我感觉交阮迄阵吼，迄阵30、40年前，40年前，阮阵大学毕业了出社会吼，
这个机会发展，即摆少年确实较辛苦哦，等等这个原因吼，啊，这加起来，所以吼，这个柯文哲这部分优势确实真明显。啊，但是当然啦，大家讲啊，少年人的投票率可能较低，至少较无稳定啦，吼，较无法稳定吼，所以这是有另外一个，有一个变化的一个因素吼。但是无论如何来讲，我感觉讲吼，因为这个选举的这个叫做三卡都，即摆已经是形成了吼。但是这内底吼，你若讲这个选票的流动吼，应该是这个蓝的甲白的一部分较济啦。哦，啊，另一部分另外一个吼，所以到底过来要安怎变化吼？因为有人讲，虽然罗清德哦，伫这个局势来讲，伊无一定我都过半哦，但是你只要维持三卡都4-3-3，伊就稳下来啊吼。这是一个角度嘛。但是今日你还佫无甲这郭台铭的变数佫坑唔知啊，所以确实吼，真趣味。台湾这个选举是过去咱较无看到，当然2000年的选举还算三卡都啦吼，但是迄种是另外一个形态，毕竟是台湾第2摆总统民选啦。今日即摆已经进入到这2004年。无就到后面就加一个后照，去郭台铭佫走出来。这唔知影。哦，所以咱等过来看卖咧。是，邱老师，你感觉这少年人对着这个柯文哲这支持，是因为在支持时阵，一时风一旁船才会安尼，还是讲是自早？伊就少年人一直甲支持佢，所以但是迄嘛是自早的少年人，即马迄阵时的少年人嘛变做差不多毋是少年人啊。啊，伊是啥物因素？伊是咱大家讲啊，伊就常常安尼讲话，讲得真笑亏，所以少年人无看伊的政党的政见，敢是安尼？就我对柯 P 的观察哈，差不多对2014年开始，以少年人的支持度，就是差不多所有的政治人物的内底吼，伊可能是上悬的。2002年，2020哦，就是咱这届的总统咧选举的迄阵，伊无选，柯 P 无选，但是吼，伊伫阮看迄阵的民意调查，哦，伫差不多35岁以下的少年人内底呢，伊的支持度是比蔡英文更较悬。哦，啊，莫讲韩国迄阵的韩国瑜。所以讲，柯 P 伊受到少年人的支持，应该讲有上少有8年的时间啦。啊，这8年来，伊嘛是个特别有咧经营少年这块。哦，你看，咱头拄咧看电视，各位观众朋友，即摆你镜头咧走的时阵，你小可甲看咧，3个候选人咧头毛的发型，你甲看，伊就是上接近少年人。哦，好有意的，你来看，这即摆随看随有嘛。哦，啊，毋就叫好有剃头，迄毋是足简单，这是一个表现出来的。哦，你看好有意的发型，伊可能20岁就剃这个头，剃到这阵咯，伊嘛是这个头，伊拢毋捌变过。哦，啊，咱赖清德嘛差不多同款，伊拢。西装头，但是阿伯迄阵是嘛有去用笑讲，啊你穿迄个腰带呢，竖甲安尼，遮镜头对安尼。这就是甲别人无共款的所在了。少年人就是爱这味啊。所以无一定讲你爱穿插真少年，但是你爱真好笑。嘛毋是讲好笑啦，爱真。你甲传统无啥物特殊，有特殊，伊有伊的特色。反传统，嘛无一定。这真歹讲的吼。你也看，伊咧迄个4大运的时阵，理事长是讲要反权威，迄嘛是一点，啊，就是讲伊知影，柯 P 伊足清楚的知影讲少年人伊的口味是啥物啦。哦，我就讲2017年啊，台北市伊咧做台北市市长嘛，啊主办4大运，啊我嘛是4大运的委员之一啊。你看伊开幕迄暗，伊规身躯穿西，伊足少伊即摆较定定咧穿西装，伊较早咧做市长，伊无啥物穿西装。迄天伊穿一个西装，伊的西装的颜色是啥物颜色呢？水蓝色，足特殊的。佮穿啥物鞋领大家有注意到无？毋是球鞋哦，球鞋啦，布鞋啦，伊就是穿运动鞋。是啦，你甲看赖清德敢若安尼穿过？
啊，你莫讲侯友宜啦，啊，侯友宜警察出身啊，伊中规中矩啊。这就是讲，我即摆咧讲，这毋是讲因穿迄好看是无好看，我无我无咧比较迄，我咧甲大家讲的就是柯 P 伊的语言、伊的穿着、外表，伊的外表、伊的政策思维，啊，你要看伊的老人年金，强马甲有无？无一块好，伊咧选立，所以伊叫老大人立，骂少年人会来支持。是啊。所以你看，对哈，因为伊无改变对吧？伊迄个促销，佮提出来讲了吼。八年啊，阮私底下咧开会的时阵，迄阵我伫市政府，私底下咧开会，伊家己咧讲哦，我为着即个叫一寡老大人骂甲无一块好，但是伊继续坚持。啊，为什么呢？足简单啊嘛，伊互少年人一个感觉，讲伊无要为着买老大人的好。所以才13分，遐得8分啊。安尼。啊，再加上吼，咱过来看，伊甲王世坚两个人咧搭喙鼓有无？足好耍的，对无？所以选举唔通惊公安不得不失啊。嘛袂使安尼讲啦，伊毕竟伊一个伊的特色啦。你怎么换做别个？比如讲赖清大清德，即马要抢少年人的票，去恶意绝对唔通，迄我甲你讲，绝对唔通。哦，迄因为迄唔是你的特色嘛。啊。柯 P 伊就有这个特色啦。西甲当时无共款。是啊，哦就西施甲当时无共款嘛，哦啊柯 P 就是做伊的当时嘛，啊继续做咯，啊即摆伊有合少年人的口味，但是哦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头拄李处长有讲过啊，少年人虽然讲甲支持，但是少年人到尾啊票会投出来，尾啊佫唔知哦，这是一个第一个重点。万人响应一行到场。是，第二个吼，三角形，即摆是三角度嘛，就是阮咧讲三角形嘛吼。三角形两边合，两边的加做伙一定大于第三边嘛，哦。啊，但是你除以3了以后，哦，这头初李处长有小可有讲到啦，哦。赖清德伊甲伊的绿色的盘了嘛，顾好。数3-3伊嘛算赢。啊，对。柯文哲来讲，伊会有天花板。虽然讲少年人会甲支持啊，但是别的年龄层呢？那照选举的策略，伊就是去捧侯友宜就对啊，去吐侯友宜。伊就是甲侯友宜两个人会相争啦，吼。啊，但是侯友宜啊，因为代表国民党嘛，好，我咧看啦，伊过去的经验来做判断吼。以国民党来讲吼，有一句话啦吼，伊讲国语的，伊讲。饿死的骆驼嘛，比马大。迄骆驼哦，较夭寿有无？伊嘛比活的马较大只。哦，所以讲国民党伊一定有伊的地板。哦，我头拄讲柯文哲满准毛三斤铁啦。柯文哲有伊的天花板。哈。哦，国民党有伊的地板。哦，国民党只要卖把跌落地板，哦，柯文哲没有突破天花板。答案已经出来，三角形的这结构哈，都已经出来。啊，到即阵为止，虽然讲民调有一寡锯齿形的变化哈，但是到今仔日为止，个三角的结构、选民结构没有变化。结论已经出来了。老师，你的意思就是安尼。曹老师，你的看法咧，就是第一，就是柯 P 对少年人的这吸引力，你认为是对倒位来的？是，我的看法是安尼哦。就是讲，少年的因的想法是啥？你若敢受敢等，你就会赢。吼，啊，因爱的就是讲，你讲较险的，吼，这听起来哦，这有一点仔呛度啦，呛声。伊即个 style 吼，少年就感觉讲啊，这袂歹，吼。啊，但是就是讲有当时啊，伊是万领倒平，啊万领正平啦，吼。伊讲伊家己是青甲出汁。哦，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伊讲哦，两花一家亲，吼，啊，金门下门要来起大桥，吼，啊，当然一定有人会讲，啊，是毋是较红，啊，是一方面较青，吼，但是我咧看伊的支持度是安尼啦，吼，伊较属于迄种放烟火啊，吼，看起来有够水的啊，啊，但是呢，万领就过啊，
伊家己嘛知。所以老师你认为讲，这个趋势可能还佫会变？我的分析是安尼哦，伊若像迄个空军的总司令，但是伊下骹的将军无几个啦。伊即届吼，做这件，嘿，伊的鸡仔囝无几只咧，5个，这不分区要选区域的，对毋对？国民党有几只鸡仔囝？有73只，吼，所以这好友谊市长。目前伊的民调是低，但是大家嘛袂记住，当然有几只是讲要去走去迄边啦，吼，要叫伊伫遐迄落算米伫咧白云下骹啦，吼，但是所以老师你也佫甲算讲，伊还佫有做这件，加起来，这后手好友谊还佫有后面的代志事实上不好看。是郭文德吼，这个历史故事大家拢知，老魏做荆州啦，伊即个支持者内底有部分是郭台铭当市长的。吼，伊部分有郭台铭当市长的，啊，当我以后会甲荆州退转来，什么意思？就是讲郭台铭当市长，伊若参选的话，这大家搁转来啊。吼，啊，国民党看讲，袂使哦，你若是分挂两组人，不管是郭文德市长，还是侯友宜市长，你两组分过，你就无赢的机会啊嘛。这足简单的道理，所以迄部分的人，我咧甲看吼，有可能会到时会搁转来啊。会去倒来国民党啦，吼啊，所以比如讲，恁咧看迄个历史故事《西游记》内底吼，这东山庄要去取经啦，对毋对？啊，这个伊的这个虎仔是孙悟空啊，变来变去72变啦。但是啥物人会当领到这3个，包括猪八戒、孙悟净这3个人去西方取经，是这个东山庄啊。就是讲做领导者吼，较点在的啦，毋是变来变去。但是老师，你这想法是你这个会所的人啊，你少年人就是无啊，当然啊，不管你东山庄啊，但是大家慢慢，伊就叫伊送伊去努力国啊，甲引诱啊。大家慢慢别记个，少年人等于投票，爸母会讲，我要支持啥物人哦，啊，大家来讨论。当然无一定爱完全照爸母的。即摆少年人可能无法度去互爸母来影响吧。加减啊，拢会参考啦。我的意思就是讲，是毋是最后会投咧？头头两个先前拢有讲嘛。是毋是最后会投这票咧？我毋知啦。啊，但是实际上伊即摆声望真悬啦。但是我会感觉还是缘分。安尼我来请教着，这绰号叫做猴子啊，孙悟空吼。你感觉这少年人对着这吸引力是即马就开始建立啊，袂走啊，真知啊，所以连至到讲，若是郭台铭来参选，也可能也掠袂走。郭台铭应该袂选啦，或是迄讲啦吼。另外一回事啦。另外一回事。啊，少年人对柯文的支持吼，是真久以前就开始啊。因为民进党对少年人已经都最近几档拢是靠中保台拢情绪勒索的嘛，吼。啊，你这个放弃了后，你就无物件。你讲旧年到今啦，吼，论文抄袭，吼，啊，做兵延长，吼，啊，个房价物价，你少年人来支持民进党，对不？国民党嘛是共款嘛，国民党最近这几档对少年人无做啥，所以拢我来遮嘛。啊，我来遮，你爱想哦，柯文哲对少年人经营是足久的，大学也去演讲，高中嘛去演讲，吼，一直演讲，他非常习惯这种跟年轻人对话的方式，而且少年人对政治就没有那么热衷啊，所以伊就讲话真趣味。真紧，互你知影伊要讲啥，佮讲换一个话题，你其他两个人拢无做训练啊，所以伊的经营是长的啊，所以你看最近的民调，毋是最近少年人在管啊，已经管遮久啊，吼，阮看这拄仔讲这4份民调，阮讲用时间来看啦，吼，美丽岛这个其实是在 Me Too 之前啦。基本是迷途之前，我们现在这列的都是公布的时间嘛，调查时间不是啦。林传媒是差不多有卡到一寡胃药案，有卡到一寡后边两个是都有胃药案啦。你看，伊胃药案发生以后，就是侯友宜开始降嘛，弄差不多10%嘛，弄差不多10%嘛。而且我们从民调一直看，就是说侯友宜降多少，大概柯文哲就剩多少，差不多是安尼。你看，最近如果以 TVBS 跟台湾民意这2个长期在做的哈，你看赖清德的民调是有上升的，表示说他的性骚扰案、他的 Me Too 案处理的是一般人是有满意哦，好，有是去，伊拢去哦，伊无落哦，好，因为
当然就说，因为就说这个事情后来越爆越大，大家拢有，哦，不是我一个尔，我出代志几个是济，啊，佫无遮有名，吼，你讲国民党迄两个人的名嘴，拢佫较有名，佫卖讲黄子佼这种的，所以对伊的影响是较细的。啊，即摆的问题是讲人的较白，吼，即摆是咧跷跷板，吼，啊，侯友宜降多少啊，这边就升多少，但是国民党的候选人哦，降到第三哦，这低哦，10%吼，是已经唔捌出现了，所以这代志就是说，它后面的影响就变成说，你很难去观察说它到底会不会是一个持续性。没有错，就国民党的状况，它理论上不应该再低啦。大家呢，第三看嘛呢？今摆就是好友谊伤烂嘛，吼，拢什么拢出代志，要不过他昨天台大的状况是还好。你认为张爱一代的表现，除了陈以信教授的这个代志以外，60分呐，哦，至少60分嘛，一共就是说他也没有像以前那边回避问题，没有说问东答西的。其实是有进步了哈，有止损啦。啊，后边了看国民党安怎走，无应该是讲你落到这吼，你要起来哦是无遐简单。但不过继续落到嘛有限啦。所以你是讲已经落到涂骹，差不多啊。咁要落去就有限啦。你因为吼最近你看一寡代志吼，不管是罗志祥讲迄政党联替大联盟，吼，和国民党加较密麻麻。好，要是讲最近民调那个呢，对他来讲，其实点豆是危机就是转机啦，因为就是说，原来最细也做起来啦，原来吼要骂伊吼，起码差不多无声啦。好，郭台铭起码嘛无人讲啊，那有人讲郭台铭佫要选，罗志祥的黄加较密麻麻，迄哪家呢？黄加较密麻麻，赶快啊！因为我过去一段时间蓝军都一直问说，啊你怎么不去看韩国瑜？啊，起码你韩国瑜佫在边看伊看卖。那你就讲我怕死无退啊，对啊，所以就说他反而会变成他有一个压力让他去团结了，他会变成他外力有压力。原本大家都看伊嘛，大家都看伊嘛，啊，起码讲看伊你都在戏啊，对啊，像罗志祥就是最好的典型。所以说对他来讲，跌到这样哦，而且原本不好团结的吼，你今天跌到这样之后比较好团结。好，因为别人大概都不聊得看伊，哇，这不跟他歌词的李康出金的艺术，差不多有一寡安内艺术诶，要不过主要说他跟柯文之间，他那个拉不拉得起来，能不能超越柯文哲？这边他唱啦，那现在爱看一个家己啦，就是他很多东西的自己的认知有问题嘛。他从来都没有母鸡的样子啊，我刚刚讲国民党的代志，我的代志啊。有一半拢是朱立伦的代志啊！哦，你感觉伊无家母的这个办事？是，啊，这是重大的问题啊！是，李处长你认为咧？我补充一点，我等下过来回去，你都在讲这哦，我看法。我感觉柯文哲原来是伊这个少年人，得到少年人的这款真大的兴趣哈。我感觉跟这个时代，这个媒体时代有关系啦。你看，即马少年人本来就较袂爱关腔关调啊，吼，啊爱听笑亏哈。你看即马迄个，咱你看迄个手机啊内底吼，迄短影音啊吼，是做碎片化的主线，都受欢迎的吼。迄个15秒、20秒迄种的 TikTok 迄种的吼，抖音啊吼。啊，柯文哲就是伊吼，自迄阵啊，就有这个本定的时候，伊讲一句话就会当做媒体的标题啦。就是看吼，做金句作者吼，啊，这款人点都说。吼，因为我感觉一个意思就是讲吼，这个时代少年人，尤其是吼民主化以后的社会，啊，佮这个科技媒体吼，这个发达吼，少年人即摆少年人吼，因是伫一个无权威的时代成长。你讲咱这个时代无讲，咱是为较早，咱是为迄个权世代出世。所以咱对这个官腔官调也好，权威也好，咱基本上有一种真自然的这款接受的互动。但即摆少年人无来这套。咱上无淡薄啊拥吻啊。伊无来少年无来这套。啊，柯文哲多，你看。我讲侯友宜，照你讲，咱都在讲少年人对执政者吼有一个反恐嘛吼，自然性的。本来侯友宜应该伊是迄个在野党啊吼，但是大家嘛无人家当作讲伊是迄个啊，伊都无趣味嘛。你看伊讲话起来吼，拢安尼即足正经的嘛，啊少年人就袂爱即味啦吼。好，这是一回事吼。啊，即摆讲到未来吼，拄则因三个先拜因的分析吼，我感觉拢做有道理的吼。
即摆就是讲安尼啦吼，我感觉过吼是一个变数啦吼。啊，我的了解吼，过确实甲即摆也未为迄个迄个征调的初选的内底的情绪也未抽出来吼，也未抽出来。伊还搁咧保持一个比Me Too较严重吼，伊热度，但是吼，咱客观来讲吼，伊想要独立出来参选的困难是足大的啦。吼，第一就是讲，即个本来讲等下郭文定吼，若是声势无好，吼，啊伊都出来，啊怎啊变个整合另外一个力量，这是一项嘛吼。啊，当然对伊来讲，上好的办法就是讲，即个好友谊吼，声势袂使啊吼，啊发行即个伊较早迄个换注的即款的，吼，为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啊，大家出来吼，小对啊，啊所以拄则我嘛对侯子怡分析嘛有道理啊，即马压力到即个程度吼，韩国瑜即马嘛有压力呢，韩国瑜即马你也无要叫迄个。好有一见面哦，大家骂你讲你不合群呐吼，可能是靠什么水安尼吼，大家安尼念啊吼，啊所以柯文这个郭台铭吼，即马要单独出来选也好，还是要来迄个安较是有困难吼，较是有困难，我感觉有困难，甚至吼伊伫即个两岸的即个关系吼，我感觉大陆迄边、北京迄边吼，可能原来会观测到即个郭台铭的动向啦吼。甚至讲有需要吼，有用什么方式来帮忙哦？这个我感觉拢有可能吼。但是呢，当然啦，咱即摆唔知北京到底是伫即个是爱下人，是爱下人唔知影吼，因即摆看袂出来吼，看起来因对迄个葛莱仪讲的讲，北京对柯 P 吼，甚至也较了解，也较认同吼，等等吼。所以唔知，我感觉但是不要问题是安尼吼，即摆就是讲好友谊吼，伊要即个消息。要起来吼，但是国民党内底一寡对伊的这个怀疑也好，还是讲党内某多政法因素也搁伫咧啦吼。这内底我感觉看起来粗浅来讲，一项就是讲，这个好友谊过去长期吼，交党吼保持距离，伊一寡政策我真好啦，伊一寡政策吼，伊无想要去捌。哦，两岸也好啦，吼，啊，这个公道也好啦。所以这种态度，这种趋势变做会倒，倒来呀。啊，搁一项，我会记顶个里才有讲到，就是讲，伊毕竟是过去20年来第一个国民党的本省人出来代表选总统的，哦，啊，这内底啊，伫这个亲内，伊搁加上伊过去伫这个蓝绿中间吼，伊是讲较模糊的一个角色吼，所以我感觉迄个亲内，尤其是。以这个蓝军的这个较年纪较大的这辈，这个好，这个选民哈，心情过袂去，对伊哈是做有保留的啦，是做有保留的啊，所以这部分要安怎讲，伫这个压力之下，全部爱有含泪投票啊。所以我感觉过来这段时间，简单讲就是讲7月14号哈，国民党的全代会啊。以前啊，剩即马剩差不多偌久，剩不一个月啊，剩不一个月时间啊吼。这个事爱出来哦，因为郭台铭即摆咧等，就是讲，伊希望7月14以前，若是讲，当然伊上大，伊敢会当毋嘛好友伊主动退选啦。我补充一下啦，伊只有这个希望啦。大家拢讲郭台铭要独立参选，我算互你听啦吼。独立参选我感觉无可能。因为联署的门槛是1.5%嘛，吼，差不多要30万啦，吼。你大家讲1.5%无偌济啦，30万无偌济嘛，吼。一般爱联署 double 嘛。哦，因为有被剔除的，有好，这是选举前人数啊。你要换算出来的话，它差不多是投票人数的5%，差不多一个爱5%啦，差不多可以分一个政党票，我可以成立一个政党，还有简单。所以你说郭台铭要去联署到那个程度，一般来讲是不可能啦。过去嘛是3个人尔嘛，哦，一个是宋楚瑜、陈履安啦，早期陈履安、林安港、宋楚瑜跟许信良4个啦。哦，才4个尔，后来拢无啊。迄个门槛无遐简单啦。那种震动。啊，你讲即马国民党要换，即马唔是讲国民党要有要换人无，是要换上啦。换郭台铭，敢有加2%啊？一个输换另外一个输的是要换啥货？啊，换朱立伦嘛是共款啊。有人讲马英九啊。有人讲马英九，有真正有，因为那是拢要输吼，可能马英九输较水。可能马英九输较水，至少无啥问题。何以你按直接个马总统直接个拍？国民党会想，伊讲马英九的人的想法就是安尼啊，去人拢要输，马英九来选，
吼立委动算较济啊，动算较济啊。是迄想法是安尼，不是讲马英九会调，是讲马英九来选立委不？马英九嘛无一定讲伊选就绝对输的哦。不是我讲迄想法是安尼啦。相当碰到10号也是有可能的。我即摆国际即个美国甲中国的关系啊吼，马英九较早迄套哦，迄个做迄个亲美友中啊吼。即摆慢慢有市场，因为伊那出来选的时阵，国民党就较稳定嘛。对啊，大家各就各位嘛，吼，袂乱糟糟嘛。蔡老师，你认为咧？那马英九出来选，这敢是一招？当然是，我看是较无可能啦，吼，因为迄个朱立伦党主席已经确定啊，吼，嘛是会停到底啦，吼，啊，这头拢洗落啊，吼，无提拔袂使啊。对啦，这是看这头朱立伦，但是嘛是。是，我话倒来讲啦吼，因为就是讲，昨台这场吼，还有市长有讲吼，两方的关系上大的共识就是中华民国。哦，伊讲这吼，就是两方关系上大的共识是中华民国。这中国敢若听有啦，中国的意思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啊，马总统伊的想法是啥？一中各表嘛，所以伊的立场吼，交因这差足济啦。爱去讲4个坚持啊，吼，我就唔免念啊啦。其实足简单啊，伊这4个坚持，一个坚持就好啊。哦，迄个坚持一支就好啊。啥物意思？台湾也是中华民国，毋是中国的一部分啦。讲这就好啊。啊，伊讲迄吼，啥物中华民国宪法的坚持，民主自由的坚持，啊，这蔡英文总统拢讲过啦。吼，啊，你要炒这项菜，你就爱比别人较芳较好食。啊，无你若伫遐野香对白的话，吼。伊就无法度，会产生讲吼，伊即摆问题是安尼啊，伊这立委候选人吼有一个想法，死道友无死兵道啦，啥物意思？我会调较重要，啊，你总统呢？我看你办事歹，我甲你夹你都无效啊，我来夹你就会调的啊，吼，后有市长的部分，伊的问题是啥？就是讲吼，水清无鱼啊，伊感觉讲家己吼是迄落啊，但是伊的国民党内底体系内底，迄就是。好把使唱足济啦，吼！啊，你好把使唱足济的时阵，你袂当讲吼啊，这吼我较早安怎安怎，我看法，你咧选总统毋是甲过去无共款。啊，第二最后一点就是安尼啊吼，就讲伊直讲吼啊，我就是新北市市长任内，我无法度解决新北市的问题，所以我要去中央选总统。我选掉总统，我来解决新北市的问题。你总统毋是干那解决新北市的问题啊，你总统爱解决全台湾22县市的问题，唔通一直想着你干那要解决新北市的问题，你的关度已经无共啊！啊，伊即马敢那感觉搁咧做新北市市长，吼，我感觉这是他都要何志讲的，说伊无这个家务的这个办事。对，你就是爱，你爱即马想我就全国的代志，莫搁一直讲新北市，啊嘛莫想讲你过去赢过45-6万票啦，迄拢已经过去啊。吼，迄场已经拍赢，拍足水的嘛过去啊！你爱思考即场，是，吼啊最近有进步啦，啊但是有当时啊嘛是爱有人配合伫边仔来。你是4位来宾唯一个鼓励有进步。毋是啦，因为我嘛无爱即条选，我嘛无爱即条选举伤歹看啦。大概是讲我这，那平均拢20几趴的那就。补考啊，补考了60分啊。对啦。哦，你有够酷型的，哦，补考啊60分哦。这我问老师，邱老师，你认为咧，这侯友宜昨下表现是60分，还是这70分拍去？我上少昨下也无个10分啦，吼，我昨下看伊的直播，看30分钟，啊，我特别注意咧看线上咧看的人数，上低的时阵99个，上济的时阵133个。哦，加我一个啦，我是其中一个啦，哦，对，昨天有黄子佼啊，对，放几个看过，其上悬是133个出现伫倒位呢？有一个大学生跳起来咧，人讲咧闹场啦，吼，对，迄个时间点，迄个时间点上济。哦，伊讲我代你无甲回应啊，我来个正台你就上我哦，阮代就落出来安尼。嘿，对，迄个事件，迄阵133个，剩的时阵，伊讲咧上稳的时阵，剩99个。这表示啥物呢？伊昨无得分，哦，
但是伊嘛无失分，不得不失。哎，这就头拄侯子咧讲的嘛。那就免去就好啊。你讲了10分，不免去嘛袂使，因为伊头前几场无你上无咧走嘛。给得一个机会，互咱过来讨论啊。伊加减吼，伊加减表示讲，伊有咧面对少年人吼，啊无咧惊讲少年人来甲挑战吼，伊有咧做吼。伊就我头拄咧讲，伊就是安尼，伊即马吼就照咱咧部队咧讲初基本教练有无？哦，伊就照表抄票，抄课，吼，照表落去走啊。国民党搁较迄落搁较衰，20%到25%的选票绝对有。啊，这是伊的基本盘嘛。啊，头拄李书记嘛有讲到嘛，因为伊有立委嘛，头拄好子嘛就有咧讲嘛。伊全国要提名70几个呢，要将70几个立法委员立法委员，啊个原住民6个，因拢咧走呢。这人毋是讲咧走，拢走心酸的尔。毋是塑胶呢吼。这走出来有票啦。吼，所以讲，不管安怎讲啊，我咧看吼，国民党20%几的票是一定有啊。啊，柯 P 呢，上悬会冲到差不多要挖40%，冲上悬的时阵哦。但是落落的时阵40就强要赢去啊。要赢一定爱过40。哦，这是胜数的问题，算术的问题，数学的问题哦。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代志，这是用计算机来算就知影。冲到40就无定赢。冲到40要赢一定爱40以上哦。柯文哲上顺的时阵，可能会挖40%哦，但是会超过未哦？正常的状况下无可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校友伊遮吼有20%几做底，伊咧做底嘛。不然你看，若准讲咱假设啦吼，咱假设。邱老师，你安尼40加25，65啊，就剩35，啊35就偌清条，偌清条就输哦。无一定，毋是安尼。你25，我头先讲伊这25加40，毋是加做伙哦，毋是共时间加做伙。是共时间啦。你柯 P 4走吼，迄个好友伊无可能25。对啊嘛，应该是安尼讲啦。就是因两个加起来，吼，那因两个加起来差不多要挖60啦。哎，两个加起来才挖60。哦，啊，偌清条，不管哪讲，伊40%有。所以伊到尾啊是讲，看是伊赢要赢10%，还是赢1%、2%，这咱即摆个无法度算。安尼偌清条嘛无好食困哦。对，这就是我头对来讲，结构基本上已经是安尼啊，除非有啥物有特别的代志。哇，讲到阮本来是讲刷来要转来个问讲国会会过无过半吼，啊，这民进党可能这是讲绝对无一个党会过半，绝对无一个党会过半啦。因为你即摆是3卡拄啊。对啊。迄绝对无一个党会，绝对无一个过半，绝对的啦，绝对。啊，这偌清条就即马伊就算讲伊选调总统，伊国会嘛无好做咧哦。为迄这你是怎样看？对，我就是讲，因为我迄个同意因大家讲法，就是讲吼，国民党无应该遮弱势啦，吼。对。你个想法呢？6都吼，咱知影，咱即马6都的市长吼，权力啊，资源偌济，你知无？因为吼。区长拢伊派啊，较早也佫有迄个乡镇市长咧交伊做迄个吼，拢会派安尼。啊，6都有4个是伊哦。你也知影咧，即个选举比迄个2018年吼，计差偌济，叫加2个呢，加一个桃园，甲一个台北市呢。对国民党来讲啊。哦，李书记，你安尼就甲阮提醒呢？你即摆选举，因这几个市长都无动静呢。不，所以讲无，半年啊，确实无道理，确实无道理讲国民党候选人会遮弱啦吼。你看县市吼，这选举交这个，你大概顾啊，你讲拄则讲到立委吼提名遐济人，拢交县市拢有关系嘛吼。啊，即摆就是讲，这也是这党内整合的问题吼。拄则你讲，看起来吼，好友伊较早吼，交国民党关系确实无介亲啦。我看伊敢若交这个地方吼，这头人吼。互动可能也无讲介密切哈，无咧甲人惊打，无就是咪鸟鬼蛇神哈，现在中南部鸟鬼蛇神。你看，南迄个王金平拢讲伊教育无解释啊，南王金猴子啊，你讲伫台湾吼，即个伫政治场的人讲教王金平无解释足少的呢。
不，要互王金平讲我甲伊无够熟，这个话吼，实在是后面讲得真艺术咯。所以实在是真趣味。我讲真趣味，就是讲，即款这个好友这个候选人这个时间出来吼，是伫国民党来讲实在是真特殊啦吼，真特殊吼。啊，当然来以后过来就要看党内这个整合哦。啊，立委的部分吼，立委的部分，我拄才讲，我感觉讲，即个绝对于三党无过半吼。立委的部分，颠倒是吼，柯 P 吼有一个优势。就算讲，我即摆也是认为讲伊袂选总统，伊袂选赢啦吼。但是立委吼，伊可能有机会吼，亲像迄个2000年的亲民党关键之迄阵啊，亲民党伫2000年也毋是哦，2000年敢若也未总统，也未敢若2002年迄款啦，2002年迄阵啊，关键之所。嘿，迄阵啊，伊无，迄阵啊应该也是安尼，迄阵啊因为国民党加亲民党加起来过半嘛吼，过足济吼，啊，即马即摆变做讲吼，即个柯 P 的即个民众党吼。我认为伊立委吼，因为伊的即个，伊即摆是敢若头人，伊本身吼，敢若红仔头真大啦，但是伊迄个骹手啊真小啦吼。但是伊上无伊不分区吼，我感觉伊今年这个立委有可能变成2位数啦，有这个潜力。哦，差不多。有这个潜力吼，像10席、11、20席。那11、20席吼，啊第三党啊，到时往哪一边就是哪一边的政策啊。那真的是还是有呼风唤雨哈。所以吼，那为这角度来讲吼，柯文哲伊即马更加在乎的应该是，毋是讲总统。我想伊可能袂甲充分同意讲吼，伊总统也选掉吼。但是这个声势对民众党的这个立委是足好的。啊，只要民众党有法度伫立法院，可以讲阮拄则讲的，这个10席以上吼，变做讲真正的立法院的关键少数吼。伊这党主席啊，未来4年就足好做的啊！哇，话最简单的党主席。那安尼个类吼，爱注意哦，2028啊，柯 P 啊少年啊，2028啊，伊机会也真大啊！你是替算命嘞？我是安尼看，我是安尼看。因为民进党基本上差不多过半，差不多七席尔啦，所以无过半是足正常的。对，吼，民众未过半是足正常。啊，柯文哲即摆民调足悬的吼，所以不分区一定有。要毋过伊区域哦，袂提名去坐啦。因为你即摆讲像国民党北部一寡人讲，我嘛想要柯文哲选票，这足正常的。吼，你若提名一个人，你就较毙命啊。所以你袂提坐嘛，你提坐人就毙命啊，你就票颠倒变少嘛。所以提名一定袂坐啦，所以区域立委民众党应该不会有几席的，我认为几乎是没有。伊即摆无嘛，即摆无，伊即摆袂提啦，我袂提。伊一定提名一寡人吼，因为伊需要挑卡嘛，比如说高雄对无？我可能提名一个我就够，我免逐区拢有，我提名一个有人替我走总就好啊。吼，要毋过我袂提满我去得罪人啦。吼，啊国民党遮嘛是。我要讲国民党家吼嘛是北部这几个较难的所在，有人咧讲我要柯文哲选票啦，吼，你到中部去，南部因为当选吼机会足少的啦，吼，你到中部去，人家侯友宜遮嘛是20%呢，你要遐的啊，遮20%你无爱，所以讲你讲我国民党要规个挖过，吼，也是你要直辖市长。遐你讲卢秀燕要挖过后盖拢无啊，所以嘛，你讲规挖过嘛是无可能啊。所以后日你安尼分析来看，民众党来以后的发展嘛无一定讲安真顺利哦，因为伊甲国民党的关系自头到尾甲即马就无分到真利。啊，毋过伊那真正选的，那是讲开票已经第二名啦，吼，迄阵我就甲国民党抢人啊。哦，就是开始有西瓜像罗志祥对无？你讲要政党轮替大联盟，即摆我选第2名啊。你就跳准啊？你要跳准无？你来考虑啊？无一定讲，我唔敢讲一定跳准。哦，所以你就要考虑啊。这个因素变做是国民党可能会分裂的这个因素吗？有可能啊！拄我咧讲嘛，你讲国民党进久以来第3名2届嘛吼，两届年嘛，一个是黄大洲嘛，是1994年嘛，是不是就一个行动分出来？吼，行动就开始起来，啊，再来2000年嘛，就是亲民党嘛，
吼，你那这届搁选一个第3名，你搁绝对出代志。来，小慧来，蔡老师来。是，我是简单讲吼，就是讲，即个单一选区的选举吼，有当时啊，迄个赢的迄个总统候选人，伊的伫国会的政党有超野的食醋啦。啥物意思？就是讲，因为你赢，啊，你会派着一寡家母吼、家仔囝吼，你这个家母派咧家仔囝，伊会选。就比如讲吼，新北市这赖清德伫新北市的民调比侯友宜较悬。啥物意思？所以是新北市的立委，民进党的立委，伊就感觉伊有机会啊。吼，当然我唔敢讲一定会过，一定会过半，因为他差7%。但是若是假设赖清德伊有调的话，伊的国会席次袂选到足歹的啦。吼，这是政治学的理论啦。吼，啊，柯 P 的问题就是伊嘛唔敢，伊嘛人会讲啊，无你莫遮提名啦。啊，遐个人想要讲要甲柯 P 支持，就是伊要少年票嘛。伊是因着要少年，但是想要去纠正伊。国民党看讲安尼办事袂使，那一个两个安尼跳准，咱就总统就免选啦，规组拢帮盘去啦。简单讲就是安尼，所以我想罗志强后来以前啊无出来开记者会，足简单的嘛。当中我一定讲袂使安尼。吼，你算有一点仔爬出墙啊。那你想讲个新北市的这个剧情的中演的高空安全变做一个 model 安尼。但是迄袂当个完全。哦，咱正啊个想讲，迄阵时哇，真侪国民党的人后手，慢慢啊上后尾，尤其选举上个新手模式吼，迄个国防安科比跟他国防有小可行啦吼，但是侯友宜讲就林耕仁他弱，啊，这个，但是迄阵时林耕仁出来的时阵，大家感觉哦，这个老议长呢，这应该是地方实力的吼，迄是许秀瑞跳出来变冰盘嘛，可以对，所以。但迄阵时讲话，这实力真高呢。国民党即马无人会跳出来，而且无人赖清德嘛无像民进党迄候选人迄种啊。对啊，这啊。邱老师，咱头拄咧讲到立法院的实处吼，看三党敢会过半，正常吼，应该是袂过半哦，因为我甲算安尼啦吼，以民进党即马以民众党吼，就可比伊的党啊吼，即马安尼伊的是。伫民调内底声势，哈，安尼甲看起来，伊的不分区的代表差不多8席、9席还是10席，就差不多这三个数字，哦，咱个算10席较好算啦，吼，10席，咱拢总是113席嘛，对，哦，你甲扣10席起来，剩偌济，剩103，剩103，吼，啊，伊即马区域会使摕着几席，我毋知，即马仲歹算，但是应该。1席到2席，应该有机会。无伊过去即马就5席啊，5席来分区没有，拢不分区的，拢不分区嘛。我头拄在讲不分区尔，伊即马5席嘛，全部是不分区。对啊，京东票啊，京东票啦。时代力量即马阁有3席，所以加做伙就8席。8席，我咧看，伊上少8席，正常9席。选较好10席，10席。若准讲有到尾有超额席次，变做10个，有迄个可能性，但是我咧看，迄可能性真低。哦，伊要变实转但是呢，区域偌济，我赞成后子头拄咧讲的吼，伊可能袂摕遐济，但是有几个可能有机会哦，新德市。新德市，可是高景安的。伊提名的人可能搁有，因为伊伫新德市，搁有迄个果冻的力量伫遐。啊，所以新德市有可能，台中市嘛是有可能的哦。高雄我看是安尼算起来，较无遐好啦。邱老师，安尼个算起来算12席。嘿，那个算12席，算个13啦，算13那较好算啦。哦，咱拢113嘛，那个算较乐观的13，领头互伊啦，剩100席，剩100席啊，即摆以国民党来讲，伊摕差不多40席较低，应该是有嘛，对无？啊你。国民伊本来37嘛，吼。嘿，伊即届摕加3席到5席，正常嘛。你甲扣掉了后，民进党剩偌济？
拄啊好伫过半，一拜一拜哈，50，因为过半是57嘛，57嘛，啊，你即摆安尼甲算，国民党摕着43席，民进党就袂，拄啊好过半，摕着44席，伊就差1席去。所以我相信因咧选举的人应该心肝头拢在真清楚。我即摆咧讲就是各进党的，因为选对会咧算国民党选到真歹啦。台北12个选选2个，选2个新北市上新北12个选2个，新北市专岛啦。台中6个2个啊，彰化4个1个啊，桃园6个1个2个啊，所以这届国民党一定清楚袂少啦吼。我感觉43席较保守，超过43席43拢保守，43民进党就拄啊好过半，拄啊好达标啦。唔是过半，但是这种物件到唔通，咱即摆就来分析，咱完全都无咧顾讲因到底出什么政策，创什么物件，这有通扭转无？选对会咧算，就是算这有限啦，有限。差一无咱政策无关啦吼。其实我咧讲啦，到即摆为止吼，较早敢若一个宋楚瑜性票案吼，有迄款影响，对吧？啊，香港的这个案法。